继续来看台北内湖民权东路顶有一栋将近1亿的豪邸别庄传出着庆声。这个住户发现徛过5楼的窗仔门加出着6个庆空，回想前一天确实是有听到真大声的庆声。警方研判，这个嫌犯应该是使用空气枪来犯案，即摆正咧清查附近可疑的人士。 窗门有几个庆纸空，厝内阁有变形的庆纸，徛过莫名其妙互开枪，如处处看到你行一条赶紧报警。有人连开6层徛过伫内湖民权东路一个好野人住的社区，警方赶到现场采证，要查明嫌犯的身份，都要先了解对倒位开枪的。住家窗户遭射击，但正前方只有一块空地。要是嫌犯站在大马路犯案，警卫也会马上察觉异状。 价值几亿个徛过互开枪，警方唔敢大意。附近有病院、网球中心嘛，我内湖轻工业区更加有一运站。平时治安真好，头前敢若一块还未开发的空地啊，有保全24小时的管理。搁较头前有2栋大楼，淹过超过100公尺，敢有可能是厝边隔壁开的枪？警方在调查。 其实我很讶异这边怎么会那个，因为晚上哦，除非是他们是有跟人家有纠纷，不然这边的住户都很少啊。他们很少都在外面走，他们都是从车子开了就走了。因为这边平常是没什么人的，这边主管老板蛮多，还不错啊。因为我们社区这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。 住户表示讲，19迄天有听到声，不过因为落大雨，无想遐济。过两天请工人修理水塔，意外发现讲有庆纸空。最近无人恐吓，无甲人有冤仇，嘛唔知是为虾米。警方会依据空气枪的射击特性，积极调阅可疑范围的监视器及查访民众。 警方目前判断嫌犯用的空气枪是入烟的庆纸，杀伤力比一般的空气枪较强。查埔厝主竟然是去年伫国外伫做生意，敢若留某囝伫厝，发生这款代志，真正互因惊到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